大家来看，哎，用电，没有电线。好，我知道干电池，没有干电池。在日本展览，让日本人想破头的玄机一一破解。竹雕达人彭安正把竹节挖空，侧边打上200个孔洞，再插入竹枝，放进漏斗，形成机关，倒入细沙跟小钢珠，再仔细听，真成了骗过所有人耳朵的声音。拿到了专利，还获得民族工艺奖的肯定。与竹子为伍，在新竹乡间长大的彭安正，从小就熟悉。我小时候没有钱读书，就玩竹子，玩到现在。说完，彭安正其实很有艺术的底，应用在他最喜欢的竹子上，一刀一横刻出美丽，也留下人生中最难舍的记忆。因为有他，才有今天的我。父亲皱着眉头说话，母亲慈爱聆听，仿佛都还在眼前。相隔2年，找到形状相似、被石头挤压变形的竹子，仿佛也是天意，让彭安正完成感人的老伴作品。竹雕仿若石雕，是他用胶水粘合竹屑粉研究出来的。空心的竹子要精雕细琢，做成媲美高级木头的工艺品，更是下足苦功，要把竹子变化成奇幻世界。竹子对你而言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它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它。哦，以青葱牙嘅爱人啊，给青葱牙嘅爱你，他就像我的爱人。最喜欢听到人家说，这怎么可能是竹子？彭安正多年来一步一脚印，让竹雕艺术走向不同。用一句话来形容它，给青葱牙嘅爱人。用一句话来形容它，给青葱牙嘅爱人。